莲县的民政处长明良真伫咧罢免立委保困期第一阶段时阵，派人去到民众引导查对资料，检方今日依法给起诉。国造无人机拍出使用中国制造的网络晶片，国防部长郭立雄强调，规只无人机袂当有中国制造成分。高雄三明区一搭巷仔，这新华人行道做了伤快，有乌多摆直接徛起哩。交通局表示，缩小车道，车才会驶较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4日新闻，我是嘉豪。看到这罢免国民党立委鲍坤基伫第一阶段连署的时阵，花莲县民政处长明良真涉嫌要求户政人员去到民众引导来查对资料。检方认为讲这明良真等3名官员涉嫌违反着告诉法，今日依法甲起诉。这明良真犯罪了后态度真歹，而且佮个这同性两体对话全部拆掉，希望法院就要甲伊破较重哩。罢免国民党立委鲍坤基，伫第一阶段提议的时阵，花莲县府民政处长明良真涉嫌要求户政人员去民众处理核对罢免的资料，引起查水表争议。10时去予检方以违反告诉法起诉。明某自行杜撰说，花莲选委会进行查对工作有时间压力、人力缺乏、经费不足等理由，只是花莲县各户政事务所主任必须对罢免案提议人名册的签章真伪进行实地严格查访。按规定，查对罢免提议人的名册，敢若限制户口资料的年岁、大个期间、身份证号码、住址、看感受唔对，要若敢是代替签名，伊若是真实假等等，是由选委会来查核。检方调查了后，以涉嫌违反告诉法，甲明良真甲另外2个县府的官员吴俊杰甲张伟定起诉。检方认为明良真假做主导者，违法了后完全无忏悔，甚至还佫甲赖通讯的记录拆掉，要来下提责任，所以建请法院甲伊判重刑。明良真现在还是我们花莲县政府的民政处的处长，虽然在停职当中我想花莲县政府应该要立即的来做出撤职这个动作那也希望明良真自己来辞职。官府讲，相信当然是依法执行职务，并无不法侵害人民的权益，或者是涉入告知不法的意图。希望司法和这3个当然法律公正的态度，嘛希望各界唔通用政治观点就地发挥。我们相信我们的同仁都是依法执行职务，这整个过程中，3位同仁相信他们都并没有不法侵害人民权益或泄露个资这样的不法的意图。第二日，警方去民众处理查封罢免南亚立委林派上的连署人，李称敢是伪造文书，马洪质疑讲敢是变相查水表。家人地检署发声明驳回讲，强调考虑市民大部分伫外县市咧做工课，为了较免互民众往回安尼无方便，才会选择伫透早调查，而且强调过程是依法办理，嘛用有春秋的方式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家人王大陆涉嫌伪造不法这病例呢，为了要来闪过做兵，正正是去互约谈啊！啊，来检方扩大调查，也发现讲其他家人涉嫌违法盗兵，希望讲呢找人来甲伊造假病例，会当免做兵。在今仔日呢，就发起诉讼，已经有9名家人到案。检方复审了后呢，目前是李全15万交保，陈大天25万交保。你花了多少钱赏兵？互警方铐起来带走，伊是有名的歌手陈零九，手机啊本地阁无开机，互警方要拘提找无人。你是自己跟警方联络的吗？对。警察是分几啊路，摕区票去台东抓人，同款是艺人的威廉廖益仁，嘛讲日风波伫社群发声，主动面对配合。你花多少钱逃兵？早一步红带转去的，阁有艺人陈大天，一摆乐坛名单有几啊个演艺界的查甫明星，包括阿虎、大军、Special 的青团员体弟、模范棒棒糖的李全、马道陈信伟，和舞台剧的演员黄朴石等人拢和大有关系。有什么想替自己澄清的吗？艺人王大陆涉嫌委托不法集团假造病例闪做兵，案件经过检方扩大调查，发现演艺界有其他的人嘛找涉案的集团，涉嫌开几啊10万，假造有心血管的病、高血压等等来换变做兵。检方10时是发动搜索，约谈10个人到案。经过审问，李全15万交保，陈大天25万交保。不管是工作方面，或是亲朋好友的，让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蒙羞，然后觉得抱歉对不起。
台军的经纪公司嘛讲，台军迄当阵因为想要做工课无想好清楚，顺医疗机构诊断了后，就申请免疫，对这真后悔，有法律责任嘛照实承认。但研究和体的经纪公司讲尊重和配合检调定书。去年底就主动有发现到类似的个案。而且掌握了，并且已经移送法办了。清查之后有超120人，1人目前掌握到11位。面对闪走兵的问题，疫情署长讲，经过清查，差不多120个人有异议，已经移交司法调查。伊阁讲有后一波的行动，会持续清查5档内的免疫男性内面敢有人有问题。超过36岁之男子，若以非正当手段取得免疫体位，应已达法定除役年龄，按规定无需重新服役。照目前的法规，超过36岁就毒役，只要是超过做兵的年岁，就算是非法的逃兵嘛，唔免阁入伍，但是都要面对刑事调查，嘛有可能会被判刑。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和美国合作抓到一个诈骗集团，在台湾抓到一个姓廖的查某干部和一个负责领钱的共犯。因对2023年6月开始呢，用感情诈骗向美国的被害人投资，诈骗的金额有新台票1亿7千多万。这个查某干部是回来到台湾的时阵被抓到，也那这个领钱的共犯呢是在美国被抓到。台中检方也把这2个人起诉。画面内底穿白衫的是涉及下国诈骗案姓廖的女干部，今年1月返来台湾被抓到。警方嘛另外抓到一个49岁做车手带头姓黄的查甫人，也那2个美国籍的共犯嘛伫美国被抓到。台湾检警联合美国抓到以感情拐人投资的下国诈骗集团，拢总抓到6个人。那廖贤呢？他不仅在美国指挥车手去做取款，还有去上缴赃款的动作，他也在那边呢，利用其他国人的护照资料去开账户，去购买虚币以及一些高价的精品。这个姓廖的查某人是诈骗集团高阶的干部，2023年6月开始，摕因朋友的护照，伫美国开人头口座，再以小额投资趁钱，得到受害者的信任，了后要求汇钱去指定的口座，利用美国籍的车手去提钱。目前已经掌握3个美国籍的受害者，不法所得差不多台票1亿7千多万。这个姓廖的查某人甲姓黄的查甫人，妨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洗钱、违反护照条例等罪来起诉，而且分别求刑10年甲5年。他们在把这些钱转换成这个泰郎币或者是比特币这些虚拟币，来出境美国、海外。那获得了这些不法利益之后呢，就回归到台湾，或者是购买奢侈品，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事情。That followed has not only disrupted this criminal enterprise, but set new precedents in cross-border investigative cooperation. 这个案件是台北执法机关最近联手抓到重大下境诈欺洗钱的案件，这嘛是咱国甲美国签署刑事司法合作协定以来，头一届由检察官去美国直接伫当地审问证人，嘛开创下境犯罪司法合作新的模式。咱台中检方嘛伫14下晡，请行政执行署台中分署，甲查扣起来物件拍卖，其中这支选手表啊，以3900万拍卖出去，拍卖的钱嘛会摕来还予受害者。记者综合报道。昨立法院三读通过核关法修正案，这接到期的核电机组会当申请停放。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根据目前的宽频法，这核电机组要延长时间或者是重新启动是唔免宽频的。对立委质疑讲这是错误的讲法，不过伊也表示讲，目前正在进行宽频总体检，后半年会当启动修法。核关法修正案放宽申请限制，就算核三厂2号机伫5月17运转接照到期，未来也是在随时提出搁再运转的申请。不过，环境部长彭启明讲，依照即阵的宽频法，运转40年的核电厂当年无进行宽频，若是要重新启动，也是因伊依然无需要环境评估。当然了，如果要整个有一些改变，那真的要去修改现在的环评法。的确，我来担任环境部长，我听到这样一个逻辑，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重启或是延役不用环评，然后除役反而要环评？这款的讲法，其实遭到立委批评有错误。这个不是旧权利的延伸，这一张执照就是40年，40年以后你还要再继续给他，这个叫新权利的赋予。当然要重启环评。
早起，伫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国民党立委赖书宝问台电重新启动一波基础费用，台电讲至少爱代票3000亿起跳。对着在野党希望互特别度1个核三2号机直接继续运转，继续接续落去。台电讲伫时间上根本无法度，因为核安会也未定出这个司法，台电评估嘛爱时间。左轨点2点，5月17日这个核三如期除役，是安尼。就是没理由。今天是5月14、5月17要重新换照，又要有审查的期间，这怎么可能呢？牢固的基础，换者需要检附老化评估、甲管理报告、安全分析报告等等。未来是毋是增加更加多评估的项目？去安徽讲需要清点了后才知影。最近真受关心甲注意的核三2号机，早期出现设备故障，降载到90%劣功率。检修了后，将发度恢复本载。去安徽讲即摆事件属有发电稳定性问题，无牵涉核安。记者综合报道。国造畅水南美湾兴南海群号本地4月底要进行海测，却一直拖到今。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一切是安全抗大声，无开始海测的时间表。那调野立委也伫咧关注国造的无人机竟然使用中国制造的网络晶片。郭立雄强调，这2个案件拢是伫咧验收的时阵主动发现的，也强调这无人机规只拢袂当有中国制造的成分，而且量产的时阵也会加强管控。咱国经济雷言利行无人机，传说通信模组内底有中国制网络晶片，甲因贴 SD 记忆卡装置。另外，是毋是发现早期的金风一型攻击无人机内底也不使用中国制元件？会不会以后无人机飞上去，不管侦测到什么、看到什么，其实资料还没有回传台湾，都已经回传到对岸了呢？这2型无人机都还没有量产，是在试研制的阶段。然后我们在试研制阶段，这个东西是从国外进口的。那进口以后，我们在进口检验的时候，发现里面的确有它的 SD 卡是中国制的，那我们就要求原厂要能更换。那以后量产的时候，刚刚讲的一系列的程序都要来加以严格的管控。哪一些是要飞后？就是这一个的标准是不是一致？我们分成5类。我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可不可能桌子这个绝对不需要说非录制嘛？那有一些我想比较大家很清楚，就是具有传输功能的，那我们当然就确定一定是不能够用。国防部长郭立雄强调，国产无人机采全机飞航，包含3D品牌内部元件拢袂使用中国制。讲这2个案件拢是相关现机的阶段，量产时会更加严格来管控。严格伫国造接南部分海群号原定要伫4月进行海测，可是延到即阵。郭立雄讲，会以安全为最高的原则，无时间表。媒体报道说什么要特别随机的要如何，我想这些都是一种纯属一些臆测吧。我想我们就是以安全为上，然后变之后在适当的时机自然会来进行海测。另外，国防部114年度业务费预算，共冻结大约744亿。立法院外委会则是同意改动54案，大约是11亿2000万块的预算。郭立雄也呼吁，除了江南休息站的经费，其他改动报告拢会送出来，希望调野来支持。记者综合报道。陆委会表示，这后热伫要来啊！中共继续用各种管道招台湾的少年家去到中国参加交流活动，恐惊这就是统战。教育部长陈英要惊表示，现阶段无鼓励，甚至是禁止反对，这反对中小学和大学交流，敢若想着中国。鼓励学生出国来加看世面，真侪大学伫咧校热进前几个月，会伫官网公告校热去外国含去中国的应对。不过，陆委会最近伫咧社群大文讲校热就要来啊！中国最近是透过各管道来招揽台湾的青年，提醒家长和师生对专业免钱也是落地接待这无合常理的活动，一定要提高警觉，避免变作统战宣传的工具。教育部长陈英要参加活动了后讲，师生交流是好代志，但国际交流莫干那想着中国尔。以现在来讲，我不鼓励啊。如果要说我甚至是禁止反对，也就是说我不鼓励我们中小学到甚至大学不应该到只有交流，只有想到中国。陈英要讲，现阶段是无鼓励，甚至是禁止反对中小学和大学交流，敢若想到中国。不过，私立科大校院协进会理事长纪志祥讲，大学交流，中国只是选项之一。大学内面有真侪无同的学生团体，老师嘛受到邀请，即嘛无明确的规范，对学校来讲真正是真困扰。
现在比方讲，我们现在学生到大陆去交流，现在现有的规定，陆委会的规定是要求我们要登录嘛。老师跟学生会提出来说，你不遵守学规则，到底在什么地方？教育部并没有说我不能去啊，陆委会不能说，也没有说我不能去啊。专家总讲，政府适度的提醒嘛是有必要的，咁要完全禁止学校的交流，应该嘛是爱保留春秋。非必要一定要到对岸这边有一些一般的一个必要性的一个这样文化或者是他的一个学术的一个交流，那当然就要去理解说对岸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手段或是什么样的方式，那去的人自己要有一些建设啦。侯俊良讲，一寡弱势家庭的学生，也是较欠资源的学校嘛，想要出去，但是无伤济经费，无就是去中国会当省较济，因就去啊。中央和地方若是会当用专案的经费来补助，互因去别个国家，嘛会当来减少疑虑。记者综合报道。早起10:48分的时阵，在嘉义大埔发生规模4.5的地震。气象署针对着嘉义、台南、高雄发布台东有地震的国家级警报。若台东发现民众同款有收到这地震的通知，当地民众是不傻傻。事实上，这地震只有一级尔。地震中心是解释讲，因为这东部西部的测站密度无平均，造成判断错误。大石头挡伫产业车道，互农民出入是封挡条。伫个嘉义大埔乡和平村的133乡道是当地的主要通道。经过早起10:48分，随时规模4.5的地震了后，交通规个断去。辖内这颗大石头目前掉落在路中间，那现在已经请厂商积极赶快来做一个抢通。这笔准用是伫个大埔乡，家己的市民感受是无介深，邻家厝的监视器嘛无翕到，害甲遮厉害。但是嘉义、台南和高雄这个所在，拢有收到国家级的警报，提起台东地区发生地震。同一个时间，离大埔乡要100公里的台东花莲的居民嘛收到国家级的警报，提起东南海峡发生真明显的有感地震，互花东的居民拢想无。无啊，我感觉无感觉啊，你感觉这以后要检讨进步无？有需要。当下不知道，我只是很紧张，然后看周边的水有没有晃动。地震不在这边却知道警报，会觉得这样有点制造恐慌。台东的实际准度是1级，但是居民嘛讲，受到感染的时阵，本地是真紧张。气象署地动测报中心解说讲，这两个注意报和实际地动有争差，主因是和测站的码都有关系。位置估算错误，最主要是因为东部这一边的测站的分布并没有那么一个平均或密集，它可以来很好控制这个定位的一个位置，还有然后去估计它的一个规模的一个准确。地动测报中心讲，为了要抢紧，国家级警报是地动发生了后前2秒，以4个主要测站接受资讯，来评估准用和规模。接落来，更较侪测站的资料回传，资讯才会更较完整。过来，因为受到地形和人口密度的限制，东西部的测站分布无平均，希望透过加密测站来改善。但是设立都要伫电力、通信网络和交通拢稳固的前提之下，才会当完成。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中捷运的南线特别动工啊，今仔日台中市长罗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和下国团队出席机电系统等通报工程的签约典礼。这市长罗秀燕就表示讲，这是台中市第2条捷运，由台北市政府规划顾问按算6月要来动工。台北市长蒋万安甲台中市长罗秀燕同台出现伫台中市府，嘛宣告台中捷运南线进度往前行一大步。台中捷运南线机电系统甲机厂，也有主变电站通报工程，10时举行签约仪式。两位地下市的市长同齐见证，嘛代表南线正式进入工程的执行。罗秀燕表示，除了宣告台中市的捷运进入新阶段，嘛要宣示在任期内推动中部捷运路网的规划。未来我们是期限7、8，我再虽然我的任内只剩1年7个月左右，但是我会负责任的把中部的未来几条捷运妥善的规划，同时追进度。未来我们2座城市捷运工程局之间的合作是无缝接轨，合作无间。台中市府表示，已经完工的中捷绿线是委托台北市来起的，嘛是中部的头1条捷运。所落来南线的工程，会请台北市府做顾问，台中市府家己来起。甲绿线的都会路网无同，这条南线定义做城际运输，形成12型的路网了后，串联台中的山海线，总长24.78公里。市区的12站是伫咧地下施工。
海线8站是高架型的，计共是20座车站和1座维修厂。市府表示，规条路线包含高架甲地下化，难度不小。那因为我们台中市地底下属于软砾层，那软砾层的时候，变成在施工以后前端在钻掘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哦。但是这部分呢，我们会在整个履约建造的时候会特别来加强。台中捷运拉线总预算1615亿，其中4项5是市府家己种的。因那14个机电工程完成签约了后，会由4个公司组成下个团队来执行。整体工程6月动工，预计2035年完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高雄这交通局最近伫咧三明区一大巷仔内面重新规划人行道，不过当地民众是真埋怨，因为新划人行道做了伤过宽，出入变甲真无方便，而且有的人呢，乌多摆会直接徛入来到这个人行道。交通局表示讲，新的人行道缩小车道，车速会变较慢，对过路人来讲会较安全。三明区大昌1路这条巷仔涂骹这一大片青色的，拢是新划人行道。不过伫现场看，无几个人行，颠倒真侪乌多摆徛起来顶悬。交通局5月初才拄做过一搭保护型漂线人行道，原底用意是要改善当地交通，让过路人较好行、较安全。不过当地居民说无认同。比如轮椅专用道，或者人行专用道，刚刚好够用就好了。相对的，我们住在这里的人，我们民众要车子要出来或干嘛，也比较方便一点啊。然后现在是觉得哇，一个人在这边走路那么大。因为附近有便捷停车的需求高，居民认为新的人行道敢若好着外口人，而且人行道甚至是比车道较宽。对此交通局表示，原地无专用的人行道路口转弯的车速较紧，对过路人来讲真危险，所以才缩小车道为人行道。有来便的民众表示，即摆人行的路甲停车所在拢清清楚楚，是真安全。那为了改善通行环境，那交通局设计将停车格内推，于车辆与行人间设置一个停车带缓冲区。同时也缩减车道宽度，降低车速。更加放心嘛，为这内底较早为含这个车辆安尼来去安尼小客，安尼真好啊！就车乌多摆放伫中，人行道放伫遮，安尼前进那边很有安全感。有民众质疑，原地人伫行阿摩土地，大家小坐菜车，搁囤物件占用。交通大队表示，遐是倒旧的私人地，无法可管。交通局指出，陆续已经完成117搭漂线型人行道，这搭新的人行道地方若是有无共的声音，后续有需要，因会来做调整。记者柯家如区朝阳高雄场报道。花莲吉安乡有一条巷仔，有一寡土地去年互法院拍卖去，买到这新地主呢，想要塔价去卖互附近的住户，所以因为这价销超袂平，新的地主就把这出入口挡掉的。民众向公所申请，最近这公所也准备要罚地主，而且这挡掉物件也要刷走。花莲吉安乡福兴街6号的门卡口用地，去年被法院拍卖了后，新地主提悬价销，想要卖互住户，毋过价销伤过悬，双方无共识，新地主就设铁格啊，留60公分出入，互居民是真痛苦。他一共6户，32万8买标的，但是每户要60万，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很恶质啊。封路9个月，居民一直向外တင်情，无法度理解为什么家己出门口的道路有一日竟然互法院拍卖成做私有地，改用关价小买等来才能进出，所以拒绝买。当初的建商提供出来，做道路使用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购买。这种计划性道路已经做的变成继承的，是他们有使用的权利。面对前期建向公所去年开始向地主发函裁罚，佮要求地主家己拆掉，毋过无得到回应。公所最后将违反土地计划法强制拆掉。它设置占用部分就违反都旧法使用的规定，所以第一次处罚是6万，第2次是12万，第3次是18万。那依照现有定的裁罚基准，第3次有要求他不拆除的话，我们公所可以用公权力强制执行。面对公权力爱拆除，地主是无回应。不过，这个土地因为都市计划用地，未来有征收需求，也是爱甲地主协商。公司新闻花莲报道。
鸿海集团在今仔公布第一季的财报，这税后净利是421亿，达股赚的是3.03块，拢是同期的历史新高。惠达执行长黄金芬则宣布讲，摕到这刷乌地阿拉伯18000粒这晶片订单。鸿海董事长刘永伟今仔日伫咧线顶发说会就宣布讲，第二季 AI 设备业绩成长会参与客户的中档专案。第10表是红基期，台北股市则是开关行悬，伫 AI 概念股点火之下，大股加权指数起452点，将中收伫21782点，日线连四红，其中台积电强势领军冲落去，股价起30块，收伫999块，搁再挑战1000块的关卡。产业分析师认为，惠达执行长黄玲芬即要来台湾参加2025台北国际电脑展，加上美国撤销拜登时期的 AI 晶片禁令，拢是刺激伺服器大工厂这个股价表现真好的原因。我们的 AI 伺服器产量占全世界90%，所以台湾的供应链啊，不论对 AMD 数字峰还是辉达的黄仁勋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供应链和客户。股市回市拢起，台票连续6天变大了后，拜三收盘，搁再升达1角7分1，台票对美金收伫30块2角8分4。最近电子业出口受汇率冲击，各界关心鸿海营收。法说会公布2025年头一季的财报，扣税了后净利421.08亿，年增91%，每股盈余 EPS 是3块3分，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纪录。展望第二季，鸿海讲有个 AI 伺服器业绩也是倍增成长。也若是美国关税冲击，鸿海讲早就已经提前布局，采取科学化技术，所以讲影响无大。我们在全球的这些生产据点横跨了24个国家，除了亚洲是主要的基地之外，我们在美洲拥有超过50个据点，欧洲和印度也分别布局超过了10个据点。由惠达执行长黄玲芬进前对美国总统川普到沙特阿拉伯访问，这条大订单会协助3国发展人工智慧加强化云端运算基础设施。听讲黄玲芬则是暗时坐专机到台湾，除了参加台北国际电脑展，也举行专题演讲，并且拜会产业界伙伴。头一站可能是到新竹台积电，拜会台积电董事长魏铁家。也若外界关心的惠达海外总部选的所在，也伫这礼拜来台湾决定定案。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因应美国对顶关税，立法院联席会议在今仔审查4100亿特别条例草案。不过，国民党和民众党拢提出因党团的版本，主张把这半部台电1000亿和国土安全论线1500亿开掉，认为这和关税是无关系，是该做全民发现金，一人1万块或者是6000块。因应美国对顶关税，行政院第2日通过规模4100亿，因应国际情势强化经济社会甲国土安全韧性特别条例草案。不过，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甲台湾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拢主张讲，这个草案应该爱甲半部台电1000亿开掉，因为台电亏损是能源政策的问题，甲关税并无关系，应该改做全民普发现金1万块或者是6000块，除非说保证在2028年赖清德总统第1任结束之前，不再涨电价，台电要做出这个保证，否则1000亿我们不可能给。拨补给每位民众，不是拨补给这个台电的1000亿，这个要删掉，应该是给全民普发每个人6000块钱。另外，针对在野党立法院党团的版本，要求把国土安全韧性1500亿开掉。海委会甲国防部回应讲，面对中国军机军舰真接扰乱台湾，那提升海巡经防软体甲硬体，还有军事基础设施等等，会当强化国土防卫力量。它必须从水下、水面到空中，基本的能力赶快要到位。这笔经费是保命的经费。灰色地带的建案是可以马上降低我们国军官兵应对灰色地带冲突的负荷。因为朝野党团甲立委提出的版本拢总有5个案，立法院经济甲财政2个委员会14早起召开头一届联席会议进行审查。在野党立法院党团拢强调讲，因支持强化国土防卫，不过这会当透过追加预算或者是编特别预算来处理。公视新闻台北报道。
桃园杨梅进前发生4名越南移工和学生伫咧厝内面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案件，最近伫咧越南的社群媒体引起讨论。有真权团体是认为讲，这案件凸显移工个人安全意识，佫需要加强，而且也逼出移工带伫工厂的问题。若做发生这事故呢，这死伤会变甲真严重，建议大汉工厂就要崩溃，也爱加强这道性的演练。甲金刀翁仔送转去往生者伫越南的厝里，伫遐听候真侪天的4大人是哭甲死难随。这个往生者才20多岁，伊甲因朋友拢总死的越南移工甲学生，5月初伫桃园杨梅，因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案件当中不幸过往。这个事件伫台湾的讨论并无多，不过伫越南的社群媒体是引起正人的讨论。关心移工权益的台湾独立媒体因有相关的报道。有些网友他就说：“你要去加强他们使用瓦斯的意识，协助这些移工去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让他们的职场安全更加的有保障。”透过独立媒体报道，希望政府尽力来保护这些来台湾贡献劳动力的外国移工，包括工课场、住宿各方面的安全。不过嘛认为讲，这个案件显示移工个人安全的意识也要加强。人权团体认为讲，这个案件凸显移工的工厂、甲大的所在甲做伙，或者是移工长期逢强表带伫个渔船啊顶悬的问题。这一切都是包括雇主、中介、那个资方呢，他想要节省成本，然后没有考量到移工的这个尊严的这个基本人权所导致的这个情况。工厂的安全风险比较高。因为它的环境其实不适合居住，离开这个场域是降低，就是说安全风险的发生的问题。人权团体分析，工厂甲大的所在甲做伙，或者是渔工逢强表带伫个渔船仔顶，必然发生火灾等等的情形，移工若走袂离，就有可能就会造成严重的伤亡。另外，亲像去年发生的台中全联仓库的大火，造成几个劳工不幸死亡，真侪工案的意外，拢有移工伤亡的情形。除了建议工厂甲大的所在爱分开，政府爱加强宣导，头家人嘛爱加强道性的演练，保强移工安全的意识。记者综合报道。代替公告对6月23开始要起价，除了车票包裹也要起价咯。这10公斤以下包裹路程300公里以内，运费对70块要起到100。若代替也修改契约，未来火车慢分超过10分钟，无拍算要坐，就会当退票，唔免收手续费。这大众运输上惊拄着慢分，根据代替公库上新的旅客运输契约，若列车故障或者是毋是旅客造成的原因，致使列车慢分10分钟，或者是开车时间无一定，旅客若无想要等，应伫1日内退票，免收手续费。如果是因为列车延迟或是开车时间未定的时候，如果旅客在启程站办理退票的话，我们是可以退还实收的票价，等于是全额退票。新制会伫6月23上路过期的规定，并无特别载明应退票的慢分时间等等，所以大部分旅客拢乐观其成。如果我很赶时间，10分钟就差很多，所以万一我赶不上，我就是还有权利去退票，是很好的啊。当然是如果明确的就是有规定的话，大家可以照着契约走，这样是蛮不错的啊。为6月23开始，毋但代替票价要起，包括运费率同款也要起。运送里程1到300公里，重量10公斤以下，普通包裹收费会为70块起到100块，起的幅度差不多是43%，调幅上悬。这摆运费平均调幅差不多是36%，计效依然比市场行情较俗。那你如果我们还是要求一个像现在这样的服务水准，那我就觉得不用调，没关系。那你如果说我们应该像我们的国民所得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话，那我觉得报价应该调整。三民龙起的时代，代替公司表示，票价已经30年无起，无法度反映营运成本。即卖也推出会员服务优化2.0第一波措施，除了改善补差价换票机制，也伫点数、质地的上限做调整，互乘客有更较侪优惠，而且春秋的选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过几天就是5月20啊，今年2025年5月20的花季音袂输是爱你爱我爱你。这新北市民政局就表示讲，照英国经验来讲，但年2月14、3月14、5月20这3天，拢是登记结婚人数上界侪日子。为了要预防这户政人员作业塞车，建议若准备结婚的人会当提前3天来办结婚，日子有关设定在5月20生效。2020年5月20迄天，虽然面对着疫情，不过因为花季的2020甲爱你爱你真我应，花季的520听起来嘛真像我爱你，真侪新人感觉真有意义，挂嘴暗就去登记。根据内政部的统计，2020年5月20，拢总有6007对的新人去登记结婚。今年2025年也因为有我应，户政事务所预估应该有真侪对新人选择伫咧即天来登记结婚。比如说520结婚，然后说他要就是女孩子比较特别，说她想要个什么宝宝啊。在520之后，我们才打算要结婚，就是时间到就可以看个日子 ，OK， 好记就 OK 了。新北市民政局指出，特等的2月14、3月14、5月20这3天，拢是上侪人登记结婚的日子。为着要消透520迄天结婚的人潮，避免结婚流程塞车，户政事务所也提醒民众会当提早3天去登记，只要用指定结婚生效日这项服务。虽然是提早办，不过结婚也是会当是520。结婚登记的前3个办公日，今年的话就是在15、16、19号。可以先来做结婚登记，那也可以指定5月20号为结婚登记的生效日，这样很方便啊。比如说，如果是当天有事不能去的话，我就可以提前先去登记。户政事务所除了鼓励新人会当办理提早登记结婚、指定生效日的服务以外，户政事务所也已经布置好背景，也会准备礼物送给新人，祝福新香炉、新地果双双对对，万年富贵。记者陈阿双、柯敏哲新北报道。为了要鼓励少年人结婚生囝，内政部最近针对独身的民众申请青年主体或者是社会主体，那结婚生囝这租金补贴会搁再增加，生一体是加50%，生第2体搁再加50%。不过民众是认为讲，干那补贴是无啥效，就要彻底解决厝价相关的问题。少子化国安危机愈来愈严重，行政院长杜英泰13表示，面对问题，内政部要推出混育体，带伫青年主体或者是社会主体单身民众，若结婚生囡仔，租金补贴会搁增加，而且生一体就加50%，搁生一体搁加50%。针对大约台湾有20万户的婚育的这个家庭要结婚跟生小孩，那如果你生小孩有1胎或者2胎以上的话，都会做加码的补助。那这方面的评估计划呢，我们正在跟行政院争取当中。孩子是国家重要的资产国家孩子应该国家一起来养了不是只交给年轻的父母。租金的这个补贴，我觉得这是应该做的。养小孩很辛苦嘛，我觉得不只是在住上面要做相关的补贴，我觉得在食衣住行，政府都应该提出相关的。内地地会拢对政策表示支持，不过有民众认为，安尼诱因无大，应该优先解决高厝价问题。就是还是不够多，我觉得养小孩还是太贵，房价先降低的话比较有可能。因为我也是想要先买房，然后再生小孩的。我如果还在租房子的话，就是我可能不会这么快想要，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小孩的负担。学者分析，这几年物价通膨、经济压力提悬，加上现代人工时长、托育加居住环境这因素，拢会影响少年人决定是不是要结婚生囝。持续的加码或者推出婚育债，那你顶多是维持还在我们的这个生育率在0.9到1，还是1以下，除非我刚讲的观念要改变。学者建议执政者应该倡导婚姻甲家庭价值，另外一方面也为教育定根，而且为每一个方面强化婚姻甲家庭的观念。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即摆学生使用手机甲网络是真普遍，唔但会造成学习袂专心，才有可能造成学习的严刑化现象。有医生是提醒讲，手机若准使用过多，恐惊影响到脑神经的发展。教育部表示，新版本的校园行动载具使用原则后礼拜会来公告，未来会用集中管理的方式。若这详细做法呢，会互每一间学校的老师、学生、家长做伙来讨论。
桌顶的手机啊，看最后一眼，学生就爱排队放入箱啊锁起来，等到放学才去通退转去。像台南的职工中学，若要早去学校，就要去家长填申请单，校方店会加强巡视管理。这阵科技发达，普遍大家拢有手机啊，不过若无适当使用，恐惊影响上课，我都注心。高中的话，势必现在手机还是有时候需要跟同学去做娱乐，还是会让他带去学校。但是像刚刚提到的说，让他去学习，什么时间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原则上是以手机柜，各班的导师他们会准备一个手机的保管箱。来做管理。目前学校对手机的管理方式拢无同，有的是规定爱收起来，有的是开放交予学生自主管理。在咱路中观察，若学生手机用过头，确实会影响学习成效，甚至出现学习严性化现象。校方认为，这种需要靠学生本身的自律来维持。他充分的使用手机。使用那个网络上面的各种的查询资料来帮助他学习。但是如果他自己克制不了非学习相关的，确实就是影响到了他的学习，所以的确会造成 M 型化。有医生认为，删掉手机的情形，参青少年伫现实生活中无法度得到成就感，去网络世界找满足感有关系。致使囡仔就会提早当大人，接触歹习惯，甚至伫现实中甲无法度甲人接触，连带影响脑神经的发展。青少年是咱脑神经第二道发展，咱一般讲的当大人这个时间，你当了好，你神经发展了好，你将来你就靠这智慧去维持你一世人生活。你若伫这个时间，你甲训练一耍手机啊，真可惜。正常的，咱这个时代家人做伙过用，就变成一寡伤害。针对校园内使用电子产品的问题，教育部及时表示，校园行动载具的使用原则新版规范最近的公告，按算9月新学期正式实施。未来以学生及校手机集中管理为原则，那详细执行方式会尊重各校制定。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高雄卫武营最近出现真罕见的过冬鸟切翡翠，真侪人来遮翕相，所有人用4脚来生鸟仔，甚至有人为着要翕到这鸟仔典式的相片，伫竹仔顶头抹油，或者鸟仔徛袂知。市政府已经把这竹仔错掉啊，也讲会加强巡查。若就发现有人破坏生态，相关会罚6,000块。大大的喙，规身躯拢是红色的毛，这是罕见的过冬鸟赤翡翠，初步出现伫卫武营的模样。真侪鸟友拢走来等要翕记，但是这2天翕到的相片算是生做安尼。鸟仔脚甲腹肚顶悬，唔知影去搞着啥。12这天有鸟友发现去查才知影，原来是赤翡翠叶的竹仔顶悬去互人抹牛油，赶紧通报农业局。高雄市野鸟学会表示，这已经影响到自然生态，尤其有鸟友为着要看赤翡翠，佮用4脚来生鸟仔，希望大家爱自律。讲伊应该是休2天啊，只第继续等于北部，比如日本啊、韩国啊、中国大陆嗰边啊，但是伊即摆留伫遮，对伊来讲是毋是好代志嘛？唔知。但是即摆最近这2天佫发现讲，竟然有人伫迄个竹仔顶个抹牛油。我唔知影伊目的是啥，但是我有听到边仔人来讲是，讲希望伊徛起来徛袂掉，伊时仔天开啊，就翕到迄个天开时仔天开的迄个。绝对不是好方式，因为。不只是滑倒而已，不只是不能猎食而已，它可能会受伤。接到鸟友通报了后，13公分处随派人去甲抹牛油的竹仔拢先除掉刷走。其实进前就捌发生民众为着要翕到鸟仔，甲边仔会扎到的草啊竹仔拢除掉。公园处表示，这破坏公园的行为已经违法，若是查到会依法处罚，因会加强巡查。如有破坏公园环境行为，如违法，将依高雄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第20条规定。针对民众为着要翕相用物件来生动物，也是抹牛油这款行为，农业局强调，因为目前的法令无一个真明确的规定，因会先可控，也且民众爱自律，尊重大自然的规矩。记者柯家族教用高雄仓报道。作家吴成40年前开始投入平地做耐行动，伫伊故乡溪州的田种大约3000丛原生树仔，也成功推动公墓森林化。为着要推广这种树仔的重要性，吴成邀请40多位作家去到溪州参观树林，而且以亲身来介绍。侪作家行伫中华溪州的静心园，这搭是诗人吴成甲侪人同齐推动，正做树种公墓森林化的示范园区，有种台湾原生种乌心石、加油等等，和墓地公园化。我去全世界各地旅行吼，去佚佗，我拢去找公墓，去找因的墓仔埔，去看因安尼墓仔埔是安怎，就知影讲因的文化吼，甲因即个对死亡是甚物看法安尼。人生的
最后一站，毋过是阮今仔的第一站。我感觉这是真正足趣味啊！你会当去面对死亡，其实咱会知影要好啊活，咱会当活出一点诗意啊。正关心台湾土地议题甲责任行动的作家吴成，邀请国内40外位作家到伊故乡溪州，分享伊这几年来种树仔伫边地责任的成果。吴成讲，森林就是地球的喜，希望大家爱重视，唔通因为开发甲济树林拢错掉。树仔无人，活得足好诶。人无树仔足歹活，因为今仔日的极端气候、地球暖化现象愈来愈严重，其中简单讲就是树仔愈来愈少，安眠土水泥地愈来愈多。吴老师较侪年以来，你台湾文学史，伊正经是一个讲你爱土地了，写土地，你隐瞒讲。搁较大的败害要来进前，爱家主动。吴成投入种树仔40年的时间，嘛写诗出册，记录伊对土地树仔感情。伊毋望伊伫故乡种树仔经验会当推展到全台湾，大家做伙加入保护树仔、种树仔行列。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2年前，800外的白色恐怖受难者和家属做伙提出5月19白色恐怖记忆日，设做是国定纪念日的想法。行政院也伫咧去年核定5月19是白色恐怖记忆日，来反省维权历史。不过，顶日立法院修法通过纪念日及祭日实施条例时阵，却无把这5月19放入去。拜三民间团体和学者，抑个白色恐怖受难者，拢表达不满，认为讲安尼生做对台湾的转型政绩有真大伤害。删除记忆日，删不去白孔历史，删不去白孔历史。519不敢纪念。519不敢纪念。民间团体和学者白色恐怖受难者前辈同齐喊口号，针对5月19立法院通过4天加上1天的国定假日表达不满，因为原本部分版本的草案有提出519白色恐怖记忆日，不过稍人抬调。学者和白色恐怖受难者前辈拢表示，这个举动是对民主搁再一摆的伤害。他们不敢面对转型正义，不愿意接受转型正义。第二个。他们不愿意站到台湾的主体立场去思考问题。我们的记忆日事实上呢，不是怀着恨意，而是事实上希望能够消除这样的恨意，消除这样一个对立。另外，民间团体也认为，这个纪念日和祭日实施条例的修法，甲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正重要的日子抬掉，若是互民主倒退路，更较是推动转型正义、建立社会共识真大的障碍。下一步，他们可能就会删除2287纪念日，开始要来抹除、要来清洗我们台湾人的记忆，包括我们对于土地伤痕的记忆，对于台湾历史的记忆。学者表示，2年前800外白色恐怖受难者前辈家属共同的诉求，行政院也伫去年核定每年5月19是白色恐怖记忆日，反省维权历史。也若根据司法院档案资料，戒严38天内，大约有20万人受难，影响济家庭。抬掉纪念日是对民主历史的无尊重。民间团体表示，因为安尼就准拄煞，会继续用无共方式，互大家记掉这天，反省这段历史。记者刘家嘅谢桂玲、林秀凯台北报道。前总统蔡英文去到澳洲访问，结束伫台湾的行程，出来去丹麦，去访问丹麦国会，拜访友台小组，也伫咧哥本哈根民主国峰会发表演说。伊强调台湾的安全对区域稳定，佮全球民主价值的维护是真重要的。互相挨杀子前总统蔡英文访问丹麦国会，受友台小组热情接待，双方进一步交流。佮伫国会议员的陪伴之下，到庭参观机场。第摆访问丹麦，上重要行程就是伫哥本哈根民主国峰会发表演讲。Neighbor thought by routinizing cyber attacks, hacking, and military exercises, the people of Taiwan would either be debilitated by fear or become complacent. This was certainly not the case. On the contrary, the Taiwanese people use their experiences as the basis to build their resilience. 蔡英文强调，台湾的安全对区域稳定、对全球民主价值的维护是真重要。Taiwan's existence helped keep China's expansion
expansionist ambition in check. For the broade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aiwan's existence shows that democracy can survive and thrive even when under constant threat. 在哥本哈根会议顶悬，互人家亚报焦点就是演讲名单当中，包含台裔有名主持人郑义芬、甲台剧《零级攻击》制作人邓新碧，剧中内容探讨国内也面临台海战争时阵可能出现的状况。因为台湾已经面临战争的威胁长达70年，而且战争是越来越迫近的，所以透过这个作品可以理解到台湾人民在想什么。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因为其实的确我们已经过了这么久的时间，然后大家都不太敢去面对这个议题。在哥本哈根会议透过无同款的时间，让更加侪人看到台湾面对的维权挑战，甲坚持价值。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13去刷乌地阿拉伯访问，受到方式相关规格接待，也摕到价值1条美金的投资。Trump 唔但欢喜，也宣布会解除对叙利亚所有制裁。美国总统川普是一个包含3个恐怖行程，第一度满满的受刑。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13伫首都里亚德举行的沙美投资论坛，宣布对美国投资价值1条美金，而且美国也宣布会提供3个价值1420亿美金的军售案，内容包含飞弹、雷达、C-130运输机等先进武器。واليوم نعمل على فرص شراكة بحجم $600 مليار. من بينها اتفاقيات تزيد عن $300 مليار تم الإعلان عنها خلال هذا المنتدى. وسنعمل خلال الأشهر القادمة على المرحلة الثانية لإتمام بقية الاتفاقيات لرفعها إلى $1 تريليون. 川普这座访问团成员除了华府行政团队以外，也有真侪美国企业界有名人士，亲像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贝莱特集团执行长芬克、辉达执行长黄仁勋、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波音公司执行长奥特伯格等人。投资论坛主题放伫个热门的 AI、能源加制造3方面。Pretty amazing, right? Are we doing a good job so far for America? 将境外商投资重进美国经济列为市场重点的川普，明显对3个大手笔方案真满意，讲两国是关系前所未有的稳固。佮讲甲沙尔曼是非常契合，佮伫沙尔曼的要求之下，宣布会解除对叙利亚所有制裁。互新政府有实现伟大机会。In Syria, which has seen so much misery and death, there is a new government that will hopefully succeed in stabilizing the country and keeping peace. That's what we want to see in Syria. 川普第一任任期第一个访问的国家也是沙地，伊即摆为全机落地迄一刻开始。都受到3个方式顶级的相关规格接待。沙尔曼有那亲身伫天气坪亲身迎接川普，川普的车去亚马马公道中，也佫一路有皇家阿拉伯马骑队护送，佫加上进入方向了后，提金镜护卫队亲身迎接。这里有民主的场面，互川普的好心情拢看出来。公司新闻王慧文朋友。各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汤圆新竹对22度到33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0度到3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2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1度到30度，还佫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